后来是请妈妈，妈妈昨天让我填手相么？妈妈是动眼睛哦，本该伊老爱讲，该老去讲这以后咧，其实水唔睇咧。其實我嗌基本以為咯，一般重責大任，對對呀嘞。所以其實就水摸水要想好了，要去大家要去文字寫下來，寫去上去寫物解，所以去寫動作寫兩入，從佢會好氣嘅咧，也係好奇嘅，錯。然後都一看到你體重全是重腰歌，錯，重腰歌冇咁錯，也係媽媽打下來，係佢係手稿，唔使打字，錯，嗰陣變做歌譜啦，那個。哇，媽媽係唔會重要工程呢，錯，所以開始咧，我還記得我媽媽，因為佢哋可能係受到咧跳擺。父母語影響，所以佢知道唔是讓小朋友講下，所以大概工作按你要求他也好像有一個使命感，因為我以前冇同聲音嚟講，可能係咁樣，所以咁個開始咧，我聽媽媽教我提記客家話，幾時教我話嘅？教那你就說，那你說看，我不會講客，我愛唔會講客。他聽完之後，他就一直在那邊笑。係啊，不過後來其實教我動作啊，因為佢寫佢跳擺故事，寫下來以後，其實講啲故事底部嘅畫面不愛讀。愛讓啲跳擺要發生乜嘅事情，像有一條歌那愛辦歌，是客家人都會愛辦以後去辦人嗰條，係。好，古種媽媽寫歌詞，你再提譜曲安尼。對，所以佢之前嘅方文山，唔敢講自己嘅。最近呢共同創作，哇，很棒呢有娘做母女。